面呱呱欣赏，听通日好。好，你要做嘅动作，咪系强壮训练你嘅肚脐。准备嘅动作，你就开始先将你嘅双脚向跳前打开来，出嚟当好，斜跳弯弯，脚踏好，你嘅双手孭到后背嘅位所，出嚟按用你孭连体内，要记得你嘅手掌唔会按用力。手掌不用轻松，一点点嘅弯弯时候，好伫了位呢。你嘅脚斜跳向一边，不用下去，发动一下，好稳能每一边，再高一摆跳起高稳，好最每一摆跳起稳片，当好双脚转到东岸。好两下，你将身体转到旁边嘅位所，斜跳强壮弯弯，还个注意安全，慢慢的身体变下来。好两下，你嘅双脚打开来，然后肩跳强壮，手把掌慢慢的变到体内当个，脚踏稳掉。好，你就开始食物出力。食物离开体内，站起来，尽量顺起来，喊个站到最高。好伫了位，你手命好，食物尽量向当高。送到冇办法嘅时节，你食物再个出喊下太力。好耐不用轻松嘅时节，记得要对向铺开始，唔系食物先哦，系对向铺开始，日节慢慢的变下来。好，再个日摆跳起食物站起来。你食物尽量站上去，好强壮，不用轻松嘅时节，对向铺开始，慢慢的食物再个变下来，再个日摆跳起食物，慢慢的站起来。好，你再个对向铺嘅位啊，慢慢的不用轻松，最尾系食物。当好最每一摆，你跳起食物，慢慢的向当高松。好，两只动作，你休息一下，停留一下。好，就得运动到喊下到，你食物嘅紧要。好，两下做得紧，你嘅双手来到食物嘅下背，双手合起来，变牵跳，喊个平平嘅，并伫体内当高。好，再个停留一下，加入哦。好，手慢慢的变轻松，食物取消，站起来，松喊下高，再个对向铺日节，慢慢的变到体内当高。好，双脚收起来，你嘅双手能连脚，顺喊个变轻松，你食物嘅紧要，出来后，你停留一下。本食物不用喊那轻松，好，撒下来将你嘅双脚不用轻松，脚踏稳，好，你跳线练习嘅动作冇问题了后，你要再个来做日摆了，加入好强壮，手变好，背弄出力，脚踏稳掉诶，好，跳起，再个身体慢慢的站起来。好，伫了位，你身体平分当好概念。要再个加强你嘅动作了，就开始一只脚先踏稳掉诶，另外一只脚斜跳弯弯，再个将佢顺到当高。记得斜跳每弯弯，尽量向当高顺出来，身体维持平分。好，跳起斜跳弯弯，再个将脚并转来，食物送过来。好，维持平分，你再个稳另外一只脚斜跳弯弯，再个向当高送出去。好，跳起斜跳弯弯，脚并转来，食物再个送过来。好，跳起稳另外一只脚，将脚你慢慢的穿上去。当好，你斜跳弯弯，脚转到体内当高。食物送过来，加入最每一摆，脚弯弯，还个再个送上去。好，斜跳弯弯，脚并转来，两位哦，记得咯，你嘅食物向当高送，
尽量向当高松，好再个慢慢的对向蹼并下来，日节大转来，好双脚跳跳弯弯，双手你慢慢的能练两只脚，强壮做得本你食物嘅肌肉，纯润喊下大喊下多。好，你嘅双手不用强松，双脚转到体内当个。好，你食物嘅动作做得了后，你要开始做肚脐力量嘅训练。好，就开始将你嘅双脚打开来，强壮老健跳强壮时候。好，双手不用到身体旁边，面体内。好，头抬起食物出力。好，身体你慢慢的放起来。起来，目珠看到双脚嘅动案，好注意看你嘅双手，唔是面到体内。每超过肩跳，留你嘅肩跳强壮，偏偏时候，好跳起慢慢的变下去，好再个日摆准备跳起卡起来，好跳起身体慢慢的变转来。好，再个日摆跳太起，身体再个放起来，喊个目珠看头前。好，你跳起身体变下来，变轻松。好，最每日摆跳起身体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跳起慢慢的变轻松，睡到体内当休息一下。好强壮，要记得跳起，不然你嘅心情和个身体变很啊轻松起来。好，再个日摆，你准备好做动作，跳太起，手和个身体慢慢的按用力顺上来，和个维持跳起哦。再个加上手上下按用力。大摆嘅跳起是手变下来，好，你日做10只，准备5、6、7、8。好，跳起变轻松，休息一下诶。因为吃到肚脐腹腔嘅酸软，再个日摆哦，强壮身体慢慢的放起来，10摆开始5、6、7、8。好强壮，跳起身体慢慢的变下来，要注意赶紧，系你嘅食物出力，唔系你嘅赶紧出力哦。好，假使讲你嘅赶紧比肚脐喊下酸软，是要特别注意哦。好，再个日摆，跳起身体放起来，强壮手嘅动作准备。好，你手和个身体变下来。好强壮维持跳起休息，停留一下准备做最每日摆了。好，来跳起身体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加入最每10摆了。好，跳起变轻松来。好，大家嘅肚脐一停非常嘅酸软，你才跳弯起来，手能练你嘅双脚起来。不然你嘅肚脐变轻松，休息一下。除了会强壮，做得停留喊下久嘅时间，本身体变轻松。假使讲肚脐喊下会痛，是停留喊下久嘅时间。假使讲你吃到按用力做得咧，是将你嘅双脚强壮哦，变到体内当个，伫体内当个变轻松一下。好，除了会你强壮，将双脚踏稳体内。好，手卡起来，来到胸脯界当个，手指交叉，变到你后背头那个位所。好，除了会你加上手嘅动作，纯润嘅动作跳起，将你嘅胸脯卡起来，目珠强壮看到跳前。好，你跳起变轻松下来，再个日摆跳起，胸脯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跳起手打开来，身体变轻松，你休息一下，再个跳起放起来，变轻松，身体变下来，当好哦，你最每一摆咧，放起来。再个跳起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好撒下来，往你嘅双脚咯，就开始离开体内，
切切春出去向东哥，好强壮地了为切条春出来，脚把中并向上，冇适合脚起来，当好头抬起，而你加上跳线嘅动作，如实出力，向铺每地下起，十个加上一只脚并下来，记得并下来嘅细节切条嘅春切，好跳起卡起来，十个稳能嘅一只脚。十个跳起卡起来，稳能一只脚。好，十个慢慢地卡起来，最尾一摆了。好，跳起脚顺切，身体并向上。好，双脚按用力，切条弯弯。出来当好，好，撒下来将按你嘅身体慢慢地向到旁边嘅位所。十个放起来，食物草地体内蛋糕准备好。好两下，将你嘅双手举起来，跳线都是非常嘅辛苦，所以看看嘅，按用力扑扑啊，手爱按用力咯，看看嘅扑一下，跳线你非常酸软嘅位所持续来扑，好两下跳起，双手慢慢地卡起来，十个跳起并下来，当好十个日摆手卡起来，跳起并下来，最尾日摆了加入。好，向旁边打开来，好来，大家就嚟當好，大家辛苦咧，拜拜。